拱北口岸附近總價200萬可以買到最靚嘅豪宅大平層啦！呢一套係112平方嘅大4房，客廳開間5米闊。我哋從入戶嘅位置開始睇下，200萬嘅總價，同你做獨門獨戶喎。門外呢8個平方米係不計入房本嘅面積，所以嘅實用率可以高達110%。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次陽台，可以做洗衣房。然之後就係書房嘅位置啦，旁邊咧就係公共衛生間、客廳、餐客廳成為一體嘅。呢邊係6人嘅餐位，然之後帶推拉門嘅 U 型廚房，裏邊廚房嘅4件套電器全部做好晒嚇，俾業主嘅，包括中央空調都係帶有嘅。小區咧係帶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，有齊健身房、游泳池，家門口就有公交站，1蚊雞就去到拱北口岸。主人房270度嘅飄窗，睇落去咧就係下沉式會所嘅景觀啦。當然高層係睇山景，而家4樓就係睇園林景觀。有興趣嘅朋友首付30-40萬攞低。